春節檔院線殺瘋咗，網大火拼逆勢封神，院線級質感壓爆，老夫骨肉薄看到喊，街坊們速來食瓜。春節檔院線大戰正式拉開帷幕，各大影片扎堆上線，捲到爆。不過誰都諗唔到，今年春節檔最大嘅黑馬，竟然唔係任何一套院線大片，而係一套網大火拼。開播直接衝上平台飆升榜第一，睇完正想講。呢個質感明明係院線水準，卻偏偏網播，簡直係對網大市場嘅降維打擊，勁到冇朋友。先傾傾今年春節檔嘅院線格局，真係群雄逐鹿，神仙打架。而家睇落，春節檔冠軍好大機會喺《飛馳人生3》同《驚蟄無聲》之間誕生，兩套呼勢均力敵，預售票房同排片都穩據前列。《飛馳人生3》作為經典喜劇 IP 續集，靠住前兩套嘅情懷同強勁宣傳，粉絲基礎滿晒。驚蟄無聲走諜戰路線，劇情緊湊，製作精良，都圈咗一大波期待，緊追其後。除此之外，武俠片飆人雖然而家同頭部影片有差距，但預告片質感拉滿，武俠迷都盼住佢可以靠口碑逆襲。星河入夢同熊貓計劃2不相伯仲，各有各嘅受眾，預售都喺穩步上升。至於熊出沒就更加唔使講，春節檔常客，主打家庭向，每年都能穩定輸出，妥妥嘅票房黑馬種子選手。值得一提嘅係，今年春節檔預售先開冇幾耐，總票房就直接破億，足以看出大家對新片嘅期待值有幾高。不過業內人士都講咗，最終邊套可以奪冠，仲要睇上映後嘅口碑。始終春節檔觀眾越來越理性，口碑撲街嘅話，無論預售幾高都冇用。就喺院線影片殺到難分難解嘅時候，網大火拼靜靜地上線，直接殺瘋全網。呢套由方中信、呂良偉、安志傑主演嘅港產警匪片，冇流量明星撐場，冇大肆宣傳，卻靠住過硬嘅質量，開播就衝上飆升榜，口碑直接爆咗。好多網友睇完直呼比好多院線警匪片仲好睇。作為港產警匪片，火拼完全延續咗老港片嘅精髓，開門見山唔拖沓，一開場就係高能警匪對決，直接將氛圍感拉滿，仲藏咗交鋒、航跡、對決3大經典港片元素，劇情緊湊到全程冇尿點，睇到人腎上腺素飆升。開頭嘅交鋒名場面真係越睇越上頭，警察阿邦假扮線人，潛入盜竊團伙內部查案，點知冇匿得住，被警覺性超高嘅團伙識破身份，瞬間陷入絕境。另一邊，阿邦嘅隊長鄭志斌、方中信識察覺到唔對路，擔心隊員安全，冇等上級批准，就帶住人趕去救援。結果雙方喺居民樓走廊撞個正住，直接展開火拼。盜竊團伙下手極狠，仲挾持阿邦做人質。鄭志斌一行人投鼠忌器，只能眼白白睇住佢哋撤離。好彩鄭志斌夠冷靜，揾準機會開槍擊中一名團伙成員。之後雙方展開追車大戰，可惜最終都俾佢哋走甩，被擊中嘅團伙成員當場死亡，氣急敗壞嘅匪徒都殘忍殺咗阿邦。呢場交鋒，警方徹底輸咗，因為擅自行動，不服從命令，仲導致隊員犧牲受傷。鄭志斌被直接降職，松隊長變成普通巡邏幹警。呢個打擊徹底磨走咗佢嘅鋒芒。3年以來，佢變得小心翼翼，畏首畏尾。淨係守規矩唔出頭，就算順路送阿婆返屋企呢種小事，都唔肯打破紀律。經再出岔子，始終走唔出阿邦犧牲嘅陰影。就喺鄭志斌安於現狀嘅時候，阿邦嘅仔和仔成為咗警察，仲啱啱同佢分到同一架巡邏車。和仔年輕氣盛，一心想為老豆報仇，行事風格同鄭志斌完全相反。佢覺得只要可以找住兇手，維護正義，適當打破規矩都冇所謂。兩個人因為過往嘅恩怨同截然不同嘅行事風格，日日嗌交，矛盾不斷，但命運始終要佢哋攜手破案。和仔對老豆犧牲真相嘅執着，加上鄭志斌內心嘅愧疚同對兇手嘅憎恨，令兩個人慢慢放下格外，一齊朝住找住兇手嘅目標努力。一場復仇與贖罪嘅大呼正式拉開序幕。而當年走甩嘅匪徒都冇閒住，佢哋因為兄弟被殺，對鄭志斌恨之入骨，一心想復仇。為咗引鄭志斌入局，佢哋喺街頭連環作案，每次都能喺幾分鐘內完成搶劫、撤離，
動作利落到離譜，就算鄭志斌火速趕到現場，都始終捉唔到佢哋嘅蹤影。最囂張嘅係，有一次佢哋闖入金鋪，竟然直接除低面具，仲叫店員報警，明擺住挑釁警方。冇錯，佢哋就係當年殺咗阿邦嘅兇手。咁做嘅目的就係要激怒鄭志斌，逼佢出面對決。隨住案件越鬧越大，鄭志斌就算想置身事外，都身不由己。終極對決一觸即發。講真，火拼嘅動作戲絕對係今年網大天花板級別，槍戰俘隨時上演，子彈橫飛，刺激到爆。動作戲更是拳拳到肉，冇多餘嘅花巧招式，每一擊都充滿力量感，完美復刻咗老港片嘅動作美學。更令人佩服嘅係，劇組真係敢拍敢拼，喺香港尖沙咀實景拍攝，仲爆破咗20台車，沉浸感直接拉滿。62歲嘅方中信居然堅持冇替身完成高空跳天橋嘅危險動作，安志傑都親身上陣，企喺疾馳嘅車頂持重火力掃射，呢份敬業比好多年輕演員強太多，都難怪影片質感咁好。火拼可以咁爆，除咗高能劇情同炸裂動作戲，最關鍵嘅還是選角太絕。方中信、呂良偉、安志傑呢3位老夫骨同台飆夫，簡直係有生之年系列，每一個人嘅演技都封神，將角色演活咗。先講方中信，不愧係港產警匪片老牌演員，演技穩到爛，可塑性超強。前一排喺內幕入面，佢仲係深不可測嘅反派大 boss。轉頭喺火拼入面就變成正義感滿滿嘅警察鄭志斌，轉型毫無違和感。尤其係親眼目睹阿邦犧牲嘅那場俘，冇一句台詞，佢淨靠表情同肢體動作就完成咗鬆哀求到絕望、鬆憤怒到自責嘅情緒轉變，隔住屏幕都能感受到佢嘅痛苦，演技真係勁到冇得頂。再睇呂良偉，佢飾演嘅反派大佬甘肅，雖然中段先出場，但一露面就氣場全開，直接拿捏住角色精髓。甘肅表面和藹可親，好似個慈祥嘅長輩，其實城府極深，心狠手辣。呢種反差感被呂良偉演繹得淋漓盡致。面對唔尊重佢嘅晚輩，佢語氣溫和卻暗藏鋒芒。晚輩走咗之後，即時變臉，一個眼神就透出兇悍。演反派，呂良偉真係喺統治區隨便發揮。仲有安志傑，佢飾演嘅盜竊團伙核心成員，同角色適配度直接拉滿。作為能演能打的實力派，佢將匪徒嘅兇悍、狡猾同偏執表現得一覽無餘。開場謀劃盜竊時嘅鬆弛同自信，同方中信對決時嘅敏銳同狠勁，幾場俘就立住咗悍匪形象。動作戲更是利落狠辣，同方中信、張蚊傑嘅對手戲火花四濺，睇到人直呼過癮。除咗呢3位核心演員，張繼聰、陳家樂、展家樂等一班港片熟面孔都紛紛加盟，每一個人都演技在線，將各自嘅角色演繹得好到位，令影片嘅群俘更有層次感，都勾起咗大家對老港片黃金年代嘅回憶。可能有人會問，一套網大點解可以達到院線水準？其實呢個同導演兼編劇吳家偉分唔開關係。佢曾經係反貪風暴系列嘅副導演，深耕港片多年，對港產警匪片嘅精髓了如指掌。今次執導火拼，佢捨棄咗網大常見嘅特效依賴，主打實景拍攝同貼身格鬥，就係想還原老港片嘅原汁原味。呢份誠意都體現喺影片嘅每一個細節入面。